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張包喺上季季尾改版咗之後，由本嚟2人嘅抵禦1回合，變成增強到2至3人有抵禦，兼且有2個回合，令到呢一隊曾經嘅 T0又再翻生。不過如果你想頂配呢一隊嘅話，佢都係會同黃馬槍或者係富貴騎搶咗草船或者刮骨，除非你呢一隊特別紅，否則都係黃馬或者係富貴行先。而今集就同大家實測呢一隊降配共存版不罰槍。SP 諸葛亮一速全智力，配知己飛弓、兵書緩期速戰同埋驗虛。張包配點傳統術、斧輯恩利，兵書用3軍統軍同埋9戰。最後關興配點全武力、技能千里同埋疾雨，兵書配後發鬼謀同埋將威。呢一隊用咗知己同埋斧輯之後，喺第1回合有雙重減傷，應付速攻隊嘅時候都唔怕。亦俾咗1回合嘅時間俾張包發動抵禦同埋恩利，就算咁唔好彩，對方有必中喺第2、3回合嘅時候，仲有斧輯頂住，冇咁容易俾人秒。雖然呢一隊冇用到草船，影響咗整隊嘅穩定性，不過關興本身有千里嘅洞察，實際上打起嚟發揮都唔差，而且共存上亦都唔困難。而如果你想針對黃馬槍嘅話，張包嘅抵禦同埋恩利嘅規避已經足夠。換上萬軍反而冇咁好，因為張包嘅速度夾咗喺 SP 黃埔同埋 SP 馬超嘅中間。張包每次出完萬軍之後就會俾人淨化。咁喺最後有戰報俾大家參考返。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